我叫林建才啦，我係一個香港嘅藝術家同埋繪本作家。其實每個人睇個世界嘅方式都唔同啦，每個人住嘅社區又唔同。今次嘅課程咧，主要係想用書作為媒介咧，去教同學仔咧，去將自己嘅諗法啦，去分享俾其他人，認識多啲自己嘅城市咧。其實佢哋會對個城市嘅感覺會加深啦。畫畫或者寫生咧，對於我嚟講好緊要就係佢令我停落嚟，跟住去嘗試去觀察個社區。所以我都將呢一個練習咧，其實擺咗喺個課程入邊，帶啲小朋友出去個社區度，你會發現呢個世界其實好多變化，同埋其實你每一刻感受到嘅嘢，同張相入邊嘅感受嘅好唔同。眼前見到啲乜嘢就即刻畫出嚟嘅話，就比較隨心咯。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令我覺得係真係畫畫應該會令人感到享受嘅存在咯。既然係整一本小誌咁樣，應該係單純係畫畫咁樣，但係上到嚟發覺唔係，其實有好多方法去整一本小誌出嚟。例如我哋今日又學咗點樣用版畫啦，然後甚至用一個圓點都可以表達到一個故事。我覺得其實係幾深刻嘅。我其實應該係最中意畫版畫，因為喺度畫嘅時候咧，可以冇畫一個 topic， 就咁自己喺度發揮啦。然後我畫咗3幅到，好好玩。呢班嘅同學咧，其實你嚟自香港各個地區咯，有唔同嘅人嚟到同一個地方去聚集。佢講翻俾我聽，佢個社區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我哋一齊去做一本集體嘅書去分享翻。喺學校飛堂嘅話，交流就局限咗喺呢幾個人當中，但係呢度就有唔同年紀、有唔同身份背景、嚟自唔同地區人喺埋一齊，聽到大家都喺度好開心咁樣去一齊進行呢個工作咁樣。我喺第一堂嗰陣時就派咗本素描簿俾佢哋啦。對於我嚟講，其實都幾開心，因為鼓勵到啲同學咧去真係畫素描。每個禮拜我都會問佢哋，今個禮拜有冇啲有趣嘅觀察啦？咁樣去訓練佢哋，喺平時開始就要收集啲靈感，因為其實好難話做創作嗰陣時我先要有靈感。其實我哋每日都要有呢個練習，都好希望完咗個課程之後，佢哋可以繼續用呢個媒介去表達佢哋嘅諗法咁樣。搭一程火車可能都有半個鐘左右會喺火車上面逗留嘅，咁我就趁機攞本簿出嚟，就會喺度畫周圍啲人啊，開始嘗試留意多啲身邊嘅嘢啊，隨身帶住本簿啊，然後周圍畫下咁樣嘅。第一次去可能真係有一個個人嘅投入嘅一個展覽啦，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好期待啦。而且因為嗰個展覽係同大家一齊去做啦，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同大家建立一個比較深厚嘅聯繫啦。所以唔單止係同學之間可以欣賞大家嘅作品，外面嘅人都可以了解到呢個社區之間有啲乜嘢有趣嘅事物啦。透過呢樣嘢去連接到大家。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繼續做到自己喜歡做嘅嘢啦。唔好因為一啲現實嘅環境而害怕同埋放棄咯。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就算最後有啲咩困難咧，其實我覺得都係會快樂。